咁樣咯，跟住嗯。而家幾多喎？70、90、100W，70、60，速度 keep 住40幾，98、70、45，300W 就可以上到60幾。50幾速度。咦，你都唔記得帶心跳帶喎，今次。踩多陣咯，咁個 average 個 power 可以接近翻90W，keep 住50幾速度。你而家有冇俾力㗎？覺得冇俾力。而家試下個正常嘅波度，係咁停咗腳先。佢停咗腳，佢嘅速度 keep 住40幾。哦，好，而家波度係0，即係平路咯，等於。速度係20幾咯，咁個 watt 數就100、81、98、100，速度都仲係26。即係而家如果個波度設定係0嘅話咧，就踩100W啦，即係同加明聲明差唔多啦，多少少。咁個速度就會係26咯，即係大概普工嘅速度咯，即係正常人踩。試埋而家15，加15啊，試埋，好啊好啊，即係加15，即係好似波波過咗閘之後咯。30個。哇！咁黐線，哇踩唔喐。哇！200幾喎，哇！好似就係冧咁啊，成件事。哎呀，你試翻低啲啦，不如。你會唔會踩爛我部車㗎？踩唔喐，加翻低。係呢啲，唔係幾搞笑啊？完全踩唔唔喐。使啦，唔使 cut 啦。不如加翻低啲啦。完全踩唔到。唔好咁貪心啦，15啦，match 翻啊嘛。好，15嘅斜度，180W。哦，因為我未轉波啊。哦。喂，得啦，而家得啦。200W、300幾W、400幾W、300幾W。11.2好快㗎啦，上緊一條15% 嘅斜。我而家正常翻下速度，under 10嘅 km/h。15即係都斜過波牌啦。唔知佢係咪直接轉換嘅？不過直接轉換？即係個 percent 同個波度係咪哦，同樣嘅意思？係咯，應該係啩？你踩落覺得係唔係啊？呢個應該要 P 咗，要25呢個要0 P 咗咯。係啊，25咪好。當然得40嘅，辛苦過大小長今咯。係啦，仲有呢個設定阻力嘅，咁0%，0% 就係最低咯，跟住有得一路上咯個阻力。
咁就冇負數嘅。